啊，做嘛个啥嘛？做红啊！哦，全神贯注裁缝每一块布，不需要老花眼镜，照样精准到位。他是谢景来，高龄101岁的国宝级裁缝师，也是这一间客家蓝山专卖店的创办人。画出来了。不春也好嘢嘞，好，谢景来拿起粉笔做记号，动作很利落。这是谢景来的工作，一做就是80个函数。我建议啊，香港做个比做功课样啊，比做工还好。做什么比做功课样啊？这张古董桌是谢景来的舞台，他做出一件件客家蓝衫。蓝衫是客家妇女所穿的传统上衣，在早期开荒垦地的艰困岁月里，稀罕、实用、不易脏的蓝衫就广受客家人的喜爱。一個凳啊，一個凳啊，安尼做。站在谢景来旁边的是他的媳妇儿钟凤娇，5年前回来接班。钟凤娇也是客家人，半路出家学做蓝衫，半年就上手。為什麼？以前人這個拿來做什麼用？當口袋用。回来也刚好有这个机会机缘，就把它传承下去。对这个文化有好处啦，没坏处啦，所以我也很认真写啦。不是大金這邊大金。钟凤娇努力学习，想留住这产业，还有那份精神。那个领子就是硬的没啊，我们客家人的精神就是说，不怕吃苦，很耐力在做了，反正有什么事情也不怕苦。从蓝色到花色系，蓝衫跨越传统和现代，也牵系着浓浓的客家情。80寒暑的经验累积，翁媳2人的手艺传承，蓝衫的沉静脱俗，在客家文化的光谱上湛蓝耀眼。裁缝间里遇见了我的感动时刻。